世界大代志，继续赶快要来佚佗，来看到北海道会当食真侪好料的。北海道河牛真出名，是只海大大汉，油花分布特别招魂，特别用火炭来烘肉，规个肉会当片到香炭的芳开，烘差不多2分外钟，也就是都市上界推荐的3分熟，互人学到有 A5的级数。 大地阁高的河牛肉，放伫个平底锅仔顶悬，蒸到表面是安尼赤色啊赤色，阁来规地啊放入去特chế的烘炉内底，互即个肉去分到茶的香味。简单大烘2分钟左右，这就是多姿赛主打的3分熟的牛肉，顶悬阁撒一寡盐花啊、胡椒、甲意大利的巴西利，安尼就会当上桌啊。如果怕肉太深的话，也可以利用这个圆形小铁盘，加热到自己喜欢的熟度。 牛肉蒸到赤芳啊赤芳，肉质实在足好食的。伊好食的秘诀就是伫个即个北海道的河牛，伊是食海大来大的。牛肉油花啊分布真招匀，会使讲是即个5星级的。就是没有吃过，真的油脂会在你嘴巴里面喷出来，然后融化的那种口感。整个香味跟那个牛肉的甜味，其实跟在台湾吃到的牛肉或是美国牛的那个感觉又完全不太一样。昆布北海道ってすごい昆布が有名なところなので、それを食べることによってすごいお肉の旨味が増すんですよね。で、あとすごい一番の特徴が油の溶ける温度がすごい低いんです。一喙甲加落去，即个油花啊，个随伫喙内安尼弹开，有真幸福的感觉。只是讲来到北海道，袂当错过，还阁有即个哦。 推酸甲显开，烧烫烫的烧气冲起来，即个红滚滚的帝王虾要上场啊！这大地的虾公肉，食着真清甜。另外，连即个鸡仔鱼卵嘛，甲包入去手卷内底，食着是清爽佮开皮。为着要互消费者会当一摆食着在地的美食，饭店们来送出这个海鲜食到饱。帝王蟹吧，它是现蒸，而且分量很多。如果很喜欢海鲜的话，你可以在这边吃到很过瘾的分量。海味海鲜这拢真关卡。来到日本，当然还阁爱食这个上受欢迎的平民美食——大骨汤牛面。 日本拉面每个地区都有不一样的风味，像是韩馆的盐味、札幌的味噌，还有旭川的酱油。而在这个拉面一条街呢，每一种口味都能一次品尝得到。有23年历史的旭川大骨汤面，结合北海道八景上有人气的这个面店，各间店拢有因无同的特色，嘛拢有因的拥护者，安尼造就旭川特别的这个大骨汤面文化。 这款芳开真高的豆油，甲掺入去，含大骨汤底，鸡的扁仔骨安尼做伙，甲烘做一鼎大骨汤。汤头是纯搁赞，搁伫顶悬放豆芽、红烧肉，含这个油的面条，逐喙拢是上着滋味。除了主打的豆油，另外还阁连这个盐甲味噌汤头，互你食一摆就会刁喙。嘛，莫怪后者食食客是安尼演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